偷偷講個秘密俾你知啊！本身瘦底嘅我呢，最近食咗佢，身材好咗啊！就係食咗波動丸，二次發育再升級。哇！食咗2個月已經有效果啦！波動丸4大出效寬胸元素基礎，有效激活寬胸細胞。獨家 FAC 聚酯術，將游離脂肪細胞集中於胸部，恢復乳房組織飽滿，達到2次發育再升級效果。波動丸選用高濃度液體膠，更易吸收。我仲用埋激活波動精華、開穴精華內外夾攻，係一款微納米技術分子複方美胸精油，匯聚10款高活性天然草本精髓，有效暢通激活胸部穴位，加快胸部吸收寬胸成分。有興趣就快啲去波動丸嘅產品網址了解多啲啦！